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引进列车冲过天边，空军 F-16V 伫台东出现，准备降落。C-130运输机17飞到台东志航基地进行运补，迎接下礼拜汉光40号演习，国军赶紧咧准备。海防大队的向风飞弹机动发射车出现伫海边公园升发射架啊！公化6号飞弹快艇停靠台东富港渔港。今年汉光演习主打无剧本，因应中共相关对台湾威胁，国防部17发布，查到强机20只，机动超过海峡中线进入北部、中部、西南甲东部空袭13只，各有6只的强舰来交台，对台湾加做4面包围。What has Taiwan done for us? You know, we have been Taiwan's insurance policy for years. They stole our chips business. I'm just not sure it makes sense for us to, keep defending them when China wants them so badly. 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接受彭博商业周刊专访，对是毋是承诺防卫台湾，川普讲出惊人的话，指控台湾夺走晶片生理，要保护离美国9500英里的台湾有实际困难。台湾若被美国保护，爱付保护费。双方之间对于台海、印太地区共同的责任，我们愿意付出更多的责任，这是在防卫我们自己。台湾的晶片的发展是台湾过去的政府，包括台湾的业者、台湾的人才自己努力所得到的成果，不是因为美国的关系。针对台海峰会，杜仲泰强调，台湾愿意付出更较侪责任。另外，川普声势正风，美国总统拜登要拼连任，参加全国优秀金奖协进会争取乌人选票。Freedom, democracy, America, always marching, always believing, always keeping the faith. We're going to do this. So let me ask you, are you all in? Because I'm all in. 川普拄着暗杀了后，路透社上新民调，川普甲领先拜登2趴，有变成选民烦恼美国豆豆咧失控。国内学者唐孝成分析，川普甲拜登坚定保护台湾立场无同。川普对台政策冷淡，咱来提早做好准备。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的参选人 Trump 讲，台湾抢走因晶片的生理，应该纳保护费了后，咱台湾的股市盘中就大落超过340点。台积电的股票嘛落，收伫咧1030块，市值是损失6400多亿。台积电就咧要办法说会，估计煞是受到 Trump 的言论影响，早盘大落2.4%。不过好佳在是无造成投资者惊吓，开始大批卖掉情形。收盘是收伫咧1030块，落25块。台积电落，台股就对咧开价走价。盘中一度大落347点，收盘上伫咧23769点，计共是落227点。明仔载台积电发说会，毋来公布第3季业绩展望，嘛回应 Trump 的讲法，这就牵连到台股敢有法度恢复稳定。另外一项甲财经有关系的消息，日本央行这个月初3是正式发新版的纸票，咱台湾今日总算是有4间公股银行引进。包含台湾银行、兆丰、第一银行、甲合浦拢有，不过数量是无介济，敢若总行有。外币提款机嘛是限量供应。日票让20年个换新的纸票，1000、5000甲1万的拢有无共的设计。不过，就有专家提醒讲，因为这日票的新纸票打上路，日本多数的机器也无法度辨识，无介普遍。活动有建议观众朋友，若是假期内有要去日本旅游，也是早旧的去用较妥当。镜头换来看天灾消息，加拿大多伦多拜二熊熊落大雨，市区做大水，交通大乱，也有超过15万户停电。也若是美国伊利诺州是雷公死呐，闪大雨，甚至阁有卡利亚风，这大城市卡哥等等的地区是灾情真严重。多伦多这条主要干道地势较低的所在积水成灾，几啊台车雨水围困，干道上也阁有真侪车排甲真长，卡伫车道袂顶袂动。多伦多17上大雨，几点钟来落超过1个月雨量，市区几啊条道路雨大水引起真侪人掉伫车内等待救援。I was waiting like 2 hours before fire services and the emergency fire, everybody, the first
responders to respond, and it happened very jiffly. They got everybody out. 那公路交通受阻碍，道路到铁公路交通中心联合车站，也互大水淹去，大厅内拢是水。外口楼梯水流成水墙，造成部分地铁路线停驶，机场营运也受影响。另外，大雨也造成15万户断电，一直传出有人掉伫电梯，也是地下室淹水的灾害，互消防员总甲批评传。镜头转到美国中西部类似淹水流年，也伫伊利诺州发生，大雨造成南部一个大白液体，伫纳西维尔有车互大水淹掉，就这公路部分路段被逼关起来。伫芝加哥是有加勒风加雷大雨同时来袭，气象当局是发布加勒风警报，爱民众避起来，时速达到145公里的强风，造成客机掉伫天机坪，约过20万户停电。库克郡这个庄仔有树啊，连根挽起来，气讲着放射，好在在厝内民众下户走去地下室避难，避过一劫。And we kind of heard a gust of wind that came up quick, and my uncle decided that we all go in the basement. And as we went in the basement, we heard the big thump and the tree fall on the house. 也毋过，附近传出有一名女子因为树倒、厝毁掉，死伫厝内。芝加哥郊区有一个气象办公室的人员被逼退离，有报警有受到影响无法度运作，要交予密西根的气象据点。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名家的大学生不满这政府明明就知影少年人歹找头路，佮把这公务人员的名额留三成互独立战争的军人后代，怎就计抗议造成严重的冲突，上无有6个人死亡，200人受伤，政府就宣布全国的大学停课。真侪反公营机构工作会议示威学生，做条支持政府的执政党学生团体甲警方对赶，全副武装警方佮发射催泪ga斯甲塑胶枪支，互示威场地亲像战场共款。这场抗议的原因是孟加拉政府将高达30%的公营机构的头路保留予1971年独立战争士兵的囡仔，佮加上女性、新种族群、原民甲偏乡居民，留予一般找头路的人工作只剩44%。以孟加拉私人企业的就业率袂顶袂当，比较之下，提供各种福利甲定期加薪的国营事业体佮较吸引少年人。毋过释出的工作是真少，平均每年40万毕业生，抢3000个工作机会，年轻世代是真难苦。বাংলাদেশের বর্তমান পরিস্থিতি যদি আমরা দেখি, বাংলাদেশে এখন মনে হয় না কোনো মুক্তিযোদ্ধা ছেলেমেয়ে চাকরি করার বয়সে আছে। তো অলরেডি যেহেতু এক জেনারেশন সুবিধা পাইছেই, সেহেতু আমরা মনে করি নাতি নাতনিদের সুবিধা পাওয়ার দরকার আছে। কেন দরকার নাই? কারণ আমি যদি মুক্তিযুদ্ধ করি, আমার ক্ষতির কারণে হয়তো আমার ছেলে মেয়ে ইফেক্টেড হবে।全国各地参加反工作会议的示威学生超过1万人，因封锁主要道路甲铁路站，发声政府措施不公不义，指控执政党总理哈辛娜伫疫事上15半暝伫最高学府打卡大厦双方爆发严重冲突，加上武装警力介入，互现场传出死伤的灾情。反配合团体指控执政党暗中下令学生组织用暴力攻击，遭到学生领袖的反驳。আমরা বলবো যে শিক্ষার্থীদের উদ্দেশ্যে যে শিক্ষার্থীদের দাবিটা অবশ্যই যৌক্তিক, সেটার পক্ষে আমরা সবাই ছিলাম, কিন্তু তাদের এই আবেগকে কেউ কেউ তাদের রাজনৈতিক হাতিয়ার হিসেবে ব্যবহার করছে।这是年测人员成功的总理哈辛娜上任了后第一摆面临的大规模示威，目前无让步的现象。政府下令高中各大学校园无限期关起来，各动员边境的防卫部队进驻五大都市维持秩序。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法国总统马克宏批准来个总时，不过因为这个月底就要办奥运，所以讲这届政府是暂时代理到奥运结束。也若是这新政府到底要由什么人带头？大选胜利的左派联盟伫咧选举过后分裂，新总理选袂出来，恐惊也有通好笑。法国总统马克宏昨日正式接受总理艾塔尔所带的内阁总辞，因为10个新国会就要开议，不过下任内阁也会继续处理日常事务，维护现行法律落实，时间可能继续到奥运结束。这是因为7月7日国会决选，赢182席胜出的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推举新总理韩日难产，为防止继续派执政，凊彩革命的5个左派政党选后意见不同，吵甲正热。社会党为主的党派提议由欧洲气候基金会执行长杜比安娜做总理人选，可释出上届极左派不区法国拒绝，不区法国提出人选，也和社会党拒绝，双方抓破面。Le nouveau Front populaire doit s'accorder
immédiatement sur une candidature commune à la présidence de l'Assemblée. 巴黎奥运就要伫7月1日开幕，为43国内将近1800个外国警察也投入奥运的危险。穿法国警察的制服，伫公共交通、场馆加旅游景点来巡逻。It's very good to see that we have this kind of police officer from Brazil here to support us because the most of the Brazilians does not speak French and most of them neither English. What day here, so I feel very comfortable. 奥运倒头算时刻，法国西部反对起一座水坝的民众，伫梅勒市10名成立的水川正式成立。这礼拜按赛号召1万人集会示威。去年3月，激进派反对者的抗争已经引爆严重的警民冲突，造成真侪人受伤。这边当局出动3000个警力来戒备。公视新闻是会中报道。一个捷克的台湾人，2019年成立捷克台湾协会，办中本学校甲文化活动。时阵嘛，按想要开台语课，办台语活动。不过，这适合的老师是真歹找，加上大部分的台语教材拢是针对台湾囡仔设计，适合住伫咧捷克的囡仔读的是无介济。因就希望讲未来会当突破这款困境，才有法度伫咧捷克为囡仔创造台语环境。伫捷克的普朗家有一个主要由台湾人所成立的捷克台湾协会，为着要互台湾人伫遮会当互相照顾、互相交流，所以咧因伫咧2019年的时阵成立这个捷克台湾协会。那即马咧，因伫这个所在，原来办各种的文化活动，甚至咧也有办一个 Prague 正体中文学校，咱来看卖。比如说他们会学什么去彰化海边玩啊。然后我觉得超好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机会接触。伫协会的中文学校者有侪一讲科书，推动学校成立的会长齐凤婷，伊表示囡仔拢真介意和台湾自然、人文环境有关的内容。若准有带囡仔当台湾亲身体会到的时，因就会对台湾感觉愈亲近。伊讲当初是为着要互伊的囡仔有中文的学习环境，才来成立非营利学校，嘛参考真侪其他国家的教校的经营模式。学习是需要同侪的。这样子的效果是最好的。那他知道有一个人跟他一样需要写中文作业，或者是有一个人跟他一样有妈妈或者爸爸是来自台湾的人，所以他也会有一个归属感，他不会觉得那么孤独。学校有针对囡仔甲大人开中文课，嘛会办读册会，邀请不同专家来演讲，阁会办一寡文化性的活动。齐凤婷希望用这个社会参与，互捷克的民众愈了解台湾，嘛算作是台湾人伫捷克的国民外交。需求或是询问说，你们有没有活动，有没有关于台湾的文化工作坊可以参加？所以我们时常会为了我们的捷克朋友们，举办一些可以亲近台湾文化的活动。时间久来学中文的台湾囡仔和捷克人拢有增加，嘛有招中文共学团的家长，豆豆嘛开始有对台语有兴趣的人在问讲，敢会当开台语课？协会成员表示讲，要伫捷克找到教台语的老师，也是要招共学团，拢有真大的困难。因为我们从小会跟阿公阿妈讲台语，所以我其实也还蛮想要把台语加进，就是说他的生活里面。那目前因为他还就是2岁，所以还在考虑说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他接触台语。协会成员嘛指出，有当时是家己台语无甲练转，毋那是师资硬吹。另外，目前大部分的台语教材、绘本等等，拢是针对台湾人设计，适合因囡仔读的，也是适合外国人的，也无介多。伊嘛毋望未来会当有愈侪这教学资源，互因伫咧捷克嘛会当为囡仔创造台语环境。记者卢尚珠、柯秉哲捷克报道。地中海岛国塞浦路斯为着要抢救山鹅，是推出一个善防计划，先伫咧这浦东的栽仔场，先伫咧浅水区饲山鹅。另外，这纽西兰这个月初是伫咧海边发现一只真罕见的海翁死亡。这款海翁过去敢若样本的记录，毋捌看过活的。伫塞浦路斯东南海岸各类考照清清的水域，为了保育山鹅群落，海洋生物学家正咧进行一项开创性的试验工作。伫研究站内架设5公尺深的浦东菊栽场，将收集来的山鹅碎片、山鹅石安置伫遮。Before we transfer the corals from here to the floating nurseries, we will break them into smaller fragments if needed, unless they are already in a proper state, and we will glue them on special
special pins with a special glue, non-toxic, so that they are ready to be attached on a special net in a frame on the floating nursery. 专家表示，先予双蛾暂时避开海岸的岩石地层，饲好饲大，也会当避免一寡压力，像以双蛾为主食的双蛾塘，也避免观光业所带来影响。目前会继续每1到2个月监控双蛾状况，一年了后，若势力真好，搁刷转去天然双蛾大象。这个月初时，纽西兰南岛、奥塔哥省南部海部发现一只真罕见的产齿钟喙金的尸体，身长5公尺，科学家也是头一摆有机会解剖产齿钟喙金。这两类专家鉴定伊是讲的，产齿金是近代上少人知的大型食人类的动物之一。自1800年以来，全世界只有6个样本记录，毋捌有人看过伊的活体。保育部门已经登记 DNA 鉴定，产齿金的数量是成生化的，对科学家来讲拢是谜团，也会利用这摆单日的机会展开科学研究。公司新闻吴武林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